干嘛啦？我在煮菜了，干嘛啦？我都我跟你讲700次，不要在家里给我打球，跟你讲700次了，你要我不小心的啦，我不小心的，怎么办？大家好，我是安生，今天来开箱 LEGO Idea 系列最新作品21327打字机。看到这个组合的第一印象就是，我觉得他们选的这个自由女神绿实在太棒了，又经典又有复古的感觉。总共2079片，定价6499元，将在2021年7月1号在台湾上市。其实一开始看到它2079片，又没有跟其他品牌联名，觉得这个价钱有点小贵。不过后来发现它居然有32个印刷砖，这应该是乐高有史以来最多印刷砖的组合了。看看盒子背面，里面还有包含一封来自乐高的信。最厉害的是这些按键都真的可以按下去，并且放上纸张，跟真的打字机一样。这个组合设计师叫 Steve， 他是抱着说做出乐高没有尝试过的题材，展示出乐高真的可以堆砌任何东西的想法，创造出这个组合的。而且他真的买了一台古代的打字机，然后研究它的机械结构，才设计出这个组合。灵感是来自乐高创始人使用过的打字机。原本在 LEGO Ideas 的提案总共1254片，不过最后官方量产之后，就变成我们看到的2079片。那我们就开始开箱。一打开会看到乐高集团第4代经营人 Thomas， 旁边写着他希望这台打字机可以让你有回到过去的感觉，给你化身1950年代的记者或是畅销作家的体验。翻译之后是说打字机这个东西改变了全世界，已经发明超过150年历史的打字机带来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从我们用电脑键盘到现在 iPhone 里面的虚拟触控键盘，基本上都没有太大改变。接下来就是在 LEGO Ideas 投稿的来自英国的设计师 Steve， 他居然原本就是教机械还有设计的学校老师。最后是来自乐高官方团队设计师的话，除了说明书，还有一个本是43种语言的信件。这封信是由前面提到的 Thomas 写的，信件内容是说乐高的创办人就是在打字机还有电话发明的后几年创立了乐高公司，并且用打字机打出乐高系统的专利申请书。那台真正的打字机还有收藏在丹麦的乐高博物馆里面，而且很有诚意的是，中文版就有中港台3种，内容还不是直接简体转正体而已，是真正分开翻译的版本。最后还有 Thomas 的签名，最前面有教你如何小心撕下这些纸张。完工看起来真的超赞，这个绿选的实在太好了。如果用什么灰色的，可能没办法呈现这么好的效果。摆在书桌上，真的是看的心情就很舒爽。搭配全部都是印刷砖的键盘，质感真的没话讲。组合好才发现 Backspace 还有 Shift Key 其实是没有功能的。不过这几颗相对大的按钮还是让整个组合加分很多。这个组合只有2张贴纸，分别在打字机的正面和背面，一张是正前方下方的 System， 一张是背面的 System in Play。侧面的话有几个 Technic 的深浅咖啡色露出来了，这大概是这个组合我唯一觉得稍微丑了一点的地方。键盘上方还有个小机关可以切换红色还有黑色的色带，也就是从小玩恶灵古堡里面要存档的时候必须找到的那个东西啦。色带这边还有个机关，就是当你按下按键的时候会敲打的部分，搭配了用以往 Mini Figures 披风材质的布料做的红黑色带。不过这只是好看而已，当然没有实际作用啦。毕竟这个组合也并不是真的可以打字，这打起来的手感真的很棒。虽然无法真的打出字，但打起来十分疗愈。看看内部的机关，其实用到了超多 Technic 的零件，多到根本就应该被归类在 Technic 系列了。只能说这个设计实在太聪明了，能把这么复杂的大量机关塞进来，又加上一个超精美的外壳，操作起来可以打字，真的很厉害。回到外观部分，左边还有个银色砖拼成的手把，后面放纸张的部分也是真的可以操作。这边用了轮胎的零件，不过这里必须提一下，放入纸张的过程其实没有这么好操作，是有点难放的这么刚刚好的。而且这个纸张的大小并不是常见的 A4， 比较小了一点，所以还是直接拿出盒组里面附的本撕一张下来吧。建议第一次实验先不要拿你真正想放的语言，随便找个其他语言来塞塞看，练习一下。因为第一次塞应该是蛮容易搞砸的，很容易把纸张弄成这样破破烂烂的。安装纸张的方法像这样，先把乐高 logo 朝下从后方塞进来，然后其实有点难单纯操作旋转的按钮就顺出来，可能需要一边看看有没有哪里卡住，一边微调角度，还要同时把纸张塞进这个很像做云霄飞车的时候会把你扣住的机关，搭配旋转才能摆出好看的样子。不过幸好塞进去之后，旋转就能很流畅的转来转去了。虽然打不出字上去，但真的让人感觉很像在操作一台真正的打字机，也可以真的把整张纸从机关里面转出来。除了疗愈，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形容了。不过这个组合过程不像什么迪士尼城堡啊、街景系列之类会有建造的感觉。刚提过内部其实根本就是 Technic 系列，所以如果从未接触的话，或许会觉得有那么点复杂，很多大量重复的步骤，像第一包拆开的时候就有零件直接要做9个一模一样的。
而且像这样的东西就有3组，总共要重复27次。不过组起来，我相信应该不用多说了，摆在家里就是帅。而且实际打起来真的是有一种很机械、很疗愈的手感，这点真的是令人满意。影片最后我会多放几段实际打起来的样子，给大家透过荧幕感受一下这个疗愈感。只有2张贴纸，又有这么大量的印刷砖，我是觉得还对得起 VIP 打完折之后的价钱啦。如果用原价来说的话，我是觉得有点小贵。喜欢这种复古又机械的老东西的话，那这组我觉得非常值得入手。我是安琛，下个影片见。